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是提摩太前书第4天的共读。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全家林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低头。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主，在我们一起读经的时候，求主光照我们，也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也求主高摩你的中仆柏治牧师的口，使牧师刚强壮胆，放胆传讲从主而来的信息，按着主的心意牧养上帝所托付的群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有声无声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我们接着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的第4章第1节到第5节。那么要请凯安长老来带领我们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第4章。圣灵明明说了，在末后的时期，有些人会放弃信仰，去顺从欺骗的灵和鬼魔的道理。这一套道理是从骗子的伎俩来的，他们的良心像是给热铁烙死了。他们禁止嫁娶，禁吃某些食物，可是上帝造这些食物是要给信而明白真理的人在感谢后吃的。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应该用感谢的心领受，不可拒绝，因为上帝的话和人的祈祷使这些食物成了圣洁了。以上。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短。好，那我们可以利用今天的时间来做一些关于以弗所教会的认识。那保罗有3次的布道旅行，第一次的布道我们可以对照的是使徒行传了。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是从安提阿教会搭船来到了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岛，然后来到了小亚细亚，从亚大利别家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到了以哥念和路斯德，最后到了特庇。在这原路回去的当中，提摩太就在这个时候来信主，然后保罗完成第一次布道旅行，回到安提阿。第二次布道旅行，保罗从安提阿经过了大树，来到了特庇、路斯德、以哥念。那提摩太很有可能就在这时候加入了保罗布道的行列。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要往北到美西亚，本来要继续往北去，但是耶稣的灵不准，他们就往西来到了特罗亚，在夜间看到异象，说看到马其顿人的人说来这边帮助我们，他们就过了爱琴海，来到第一站就是腓立比。而在腓立比，保罗在那边被关监牢，半夜赞美神。后来离开腓立比之后，已经成立腓立比教会，然后又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又被赶出去，来到隔壁的庇里亚。后来又被赶出来，又来到了经过雅典，最后来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1年6个月18个月的时间，写下了保罗的旅行书信。那离开了哥林多之前，他去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当地，有人希望保罗能够继续留下来。保罗说，若是上帝允许，他必再回来，所以就搭船回到了该撒利亚，到了耶路撒冷。而回到耶路撒冷没有多久，保罗又回到了安提阿，又开始第3次的布道旅行。很快的穿过大树，穿过了安提阿，可能穿过了哥罗西，就直接来到了以弗所。那在以弗所，这是使徒行传第19章。那18章的地方有记载关于亚波罗的事件，等一下会提到。而保罗来到以弗所之后，那他们发现在以弗所虽然有教会有基督徒，可是他们不认识圣灵，所以保罗问他们说，你们领受信的什么领受圣灵？他们说他们受的是约翰，是悔改的洗礼，所以保罗就给他们按手，他们就圣灵在他们身上。那保罗就在这边1连3个月放胆讲论神的道，同时就在那边的推拉努学堂天天和人辩论2年之久。所以保罗在以弗所停留的是2年3个月的时间。后来因为以弗所的暴动，所以让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工中断，所以他就继续往前的旅程，去到了特罗亚，去到了腓立比，去到帖撒罗尼迦，然后来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3个月之后，再从原路再回去腓立比，经过了特罗亚，回到以弗所，并且在以弗所这边和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再一次的跪下来流泪的祷告。
然后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对他们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这句很出名的话是在米利都，但是是对着以弗所教会长老所说。然后保罗他知道他回去耶路撒冷要受苦受难，所以他后来就是被告、被关、被监禁，才有第4次的布道旅行前往罗马。所以以弗所其实在保罗3次布道旅行当中是一个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以弗所的同工长老是在跟保罗的关系已经建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在保罗要去到以弗所之前特别在使徒行传18章讲到了亚波罗这个人，他是一个北非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他很有口才，很能辩论，但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那就是对照19章就知道亚波罗他还没有认识圣灵，所以是后来是保罗在以弗所的同工，就是雅居拉、百居拉、百基拉、雅居拉，先生是雅居拉，太太是百基拉，这对夫妻呢来帮助亚波罗来认识圣灵，所以让亚波罗更加有能力可以在众人的面前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是18章使徒行传18章的第28节，这一节就对应了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一天圣灵降临在彼得身上，让他有能力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圣灵充满是要帮助人，让人有能力去证明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对以弗所有这样的认识。以弗所是在小亚细亚的地方靠海，所以它是一个港口，在当时也是欧亚的交界，特别是如果你要去到罗马，你要往北非，你要去到这个巴勒斯坦，以弗所像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那在以弗所呢，那时候保罗还没有，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启示录的时候，期间的教会就成型了。那时候是启示录是约翰在拔摩岛的时候看见异象所写的，那时候约翰接近90岁。那以弗所教会开始，那从顺时钟的方向分别是士美拿、别迦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嘉，然后再回到以弗所，所以是启示录7教会成为一个像圆圈一样。但在老底嘉的旁边还有2个卫星城市，哥罗西、希拉波利，有冷泉和热泉，所以这条河可以一直去到两河流域就是往大河的方向去。所以在保罗跟以弗所的教会的同工，还有加上提摩太前书，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让以弗所的事工不是只有在当时使徒行传18、19、20这3章的事工而已，甚至到后来可以看到启示录，这些教会都已经成型。那也表示可能这些教会不一定都直接跟保罗有关系，比较有关系的是哥罗西，因为保罗也封哥罗西书，可见在以弗所提摩太之前就已经有哥罗西，提摩太前书之前就已经有哥罗西教会。那关于以弗所呢，我们也简单来认识一下，它是亚细亚，就是亚细亚的省，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第一大城，有亚细亚最雄伟的海港，那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雅典米女神庙，是古代的7大建筑奇景，就好像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一样的出名。保罗在以弗所传道时间最长，一次一留就是2年3个月，而且叫在亚细亚的都听见福音，所以这福音是这样传出来的。提摩太也因为提摩太前书知道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来牧养教会，而约翰晚年也做过以弗所教会的监督那这就是以弗所至今还可以去看到的罗马剧场。那这剧场叫做艾索菲斯，其实就是 Ephesian， 就是以弗所的另外一个翻译剧场。这个剧场是在主前4世纪就盖好，所以在耶稣的时代、保罗时代、约翰的时代，这个剧场都在。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保罗第3次布道旅行，在第19章的后段，以弗所的暴动，所有的人都冲到园子里面去，那个园子指的就是这个剧场。这个剧场呢，而且塞满，然后大家就怒气冲天，喊说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以弗所人的亚底米。
好，然后这样一喊呢，就是一整天哦，好，他们可以所以是是非常大的一个聚集哦，所以可以看保罗可能这边好跟保罗的同伴好提摩太在这边被控告，好，但是呢2万多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在这边好对他们怒吼，好，但是他们为了基督做见证，然后来面对这么多敌视他们的人。今天去以弗所还会参观这个叫做萨尔苏斯图书馆哦，但不是在保罗那个年代，是在公元110年，就是主后才兴建。但是图书馆也非常的经典，而且雕刻非常的细腻。如果看放大的照片，可以看到连天花板、柱子，这个细缝的这个雕刻都非常的细微。那也是接近2000年前的建筑一直维持到今天，所以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建筑。那也是以弗所在这地方所留下来的。那以弗所的信仰呢，来自于这个雅典米女神那有的翻译叫做阿尔特弥斯，雅典米，那它就是罗马神话当中的月亮女神，就是戴安娜，所以我们讲戴安娜会比较认识。所以使徒行传19章，他们有记载这个雅典米女神这个城里面的书记为了安抚在那个剧场暴动的众人，就说以弗所人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典米的庙，以及从丢斯就是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就是这个像。那这个神像就是一颗陨石，这颗陨石是从天落下来，落在以弗所的地方，他们就以这个地方来设立这个女神庙。那这个陨石一颗一颗的他们认为就是这个月亮女神戴安娜她的乳房，所以只要崇拜她、膜拜她、敬拜她，就会多产多生，然后就会非常的兴旺。所以她在这个地方雅典米女神呢，又在维基百科翻作阿提米斯神殿是在公元7世纪那就有的这个地方，所以在2700年前，那就是接近比摩西还要早的年代。那他们就在地方的原来有的建筑就开始拜这个女神，后来在7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建筑毁于洪水，公元前550年吕底亚王国重建，公元前356年这个神殿又被希腊人纵火焚毁，公元前323年神殿又在重建，而且规模超过从前。那这个神殿后来维持了600年，包括耶稣的时代，包括保罗的时代，包括提摩太的时代，都在拜这个雅典米女神神殿。所以这也是保罗写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这封提摩太前书的要去知道的背景，就是为什么保罗要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要有长老监督，要有执事帮助，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保罗很清楚，他曾经在这边住了2年3个月。公元主后262年，这个神殿才被损坏。今天可以看到的就是这样子，这个这么伟大的世界7大奇景，今天可以看到就大概剩下这一根，后来人再重新组合起来，大概让人去想象当时的雅典米女神庙的样子。那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第1章看到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命令，而且这命令是出于爱，而是为了要健全教义，就是福音。而保罗以他自己的例子来感恩基督的拯救，可以救全世界的所有的罪人，也劝勉提摩太用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打美好的仗。而第2章提到要为万人祷告，特别是为君王，我们提到了尼禄皇帝和他的母后，而且提到了这个上帝的福音是要人人都得救，所以保罗奉差遣做传道、做使徒、做教师，要使万人，就是罗马帝国的人都能相信这真理。而保罗提到男人要祷告，女人要见证，不是指在家庭当中的丈夫和妻子，而是指的是随处在这个帝国当中万人男人应该以祷告来解决问题，女人要以虔诚来学习真理的智慧来解决问题，才能够认识、尊重和权柄所以我们那天有特别提到第2章的第9到第14节，我们可以对照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35节。在哥林多保罗提到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那我们跟提摩太前书的背景不一样，因为哥林多前书提到的是哥林多教会所造成的混乱，那是指在教会内的妇女。
提摩太前书第2章讲到是女人，讲的是社会中的妇女，很有可能就是指尼禄皇帝的妈妈。而提摩太前书我们昨天读到第3章，教会中的女执事，原文是女人，也要端庄。好，那这里指的是教会中的执事，所以又回到是教会中的妇女，所以是有一点的差别。好，那也希望我们能够把它分得清楚。所以昨天的经文提到，监督就是长老是向外，他要乐于接待，善于教导，懂得征战。执事要从内而起，所以他要诚实受可靠，要接受考验，包括执事的妻子或是女执事都要受考验。而长老执事加起来就是在神家中的根基，这个就是能够见证上帝的真理和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上帝透过人被呼召拣选出来的人来建立他的教会，而这教会就是来见证上帝的奥秘，就是真理的根基，柱石和根基就是基督的福音和好消息。所以保罗把整套的福音透过提摩太前书，可能我们只有读到1、2、3章，可是我们对照其他的使徒行传、保罗的书信、保罗的生平，可以看到是非常完整的资讯。所以昨天经文金句，一个人不知道处理自己的家，怎能看顾上帝的教会呢？人若不晓管理自己的家庭，那不晓管顾上帝教会。If anyone does not know how to manage his own family, how can he take care of God's church? 所以我们要先从自己做起。那我们不管是不是长老，是不是执事，我们都要把自己的家能够管理好。这是在提摩太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那教会的 DNA 就是来自于这些的长老、监督或是执事。特别昨天的最后一节，如果耽搁，保罗在这封信当中告诉提摩太，我想要过去你那边以弗所，但如果耽搁了，这封信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在上帝的家应该怎样生活。所以保罗他的目的不是对提摩太个人，而是要提摩太继续把上帝的家坚固起来。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所以这边有做一个分类，长老要无可指责，执事也要；长老要一夫做一个人的一个太太的丈夫，执事也要；长老要有节制，执事也要；长老要自守，执事没有特别提到，但是提多书也提到。然后长老要端正，执事也要；长老要乐于接待客人，执事没有提到，但提多书有提到。长老要善于教导，提多书有提到，执事没有提到。长老不打人且温和，长老不争竞，长老执事都不贪财。那还有就是要善于管家，长老长执都一样，儿女要顺服，长执都一样。然后出入教的不能当监督长老，然后在教会必须有好名声是长老，而且不任性是长老，不暴躁是长老，好行善是长老，公平圣洁是长老，不好酒是长执，固守正道是长执。虽然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法规来绝对，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整理看出一个概念，教会的 DNA 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耶稣小基督的生命开始的。好，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第4章只有短短的5节，但这5节也有可以让我们看到的地方。圣灵明明说了，在末后的时期，有些人会放弃信仰，去顺从欺骗的灵和鬼魔的道理。那这里的圣灵呢，是指单数，在原文当中就指灵，而且是单数，就是 spirit。但是欺骗的灵，原文也是说灵，可是就是复数。所以这里有2种的灵，一种是单数，指的是圣灵；复数指的是这些各种四面八方的灵。那圣灵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去放弃信仰，去欺骗什么呢？这一套道理是从骗子的伎俩来的。他们良心像是给热铁烙死了。这个给热铁烙死的意思，就是它的原文是一个字，那个字就是用来形容那时候的奴隶身上的印记。那时候奴隶身上怎么留下印记呢？也不是刺青，也不是用雷射，而是用那个金属铁，就是像动物一样烙在他的身上。所以保罗说，这个烙印是拿不掉的，没有办法再恢复的。那这些的骗子做什么？骗什么呢？禁止嫁娶，不准结婚，不准嫁人，不准生小孩，禁止吃某些食物。可是结婚也好，食物也好，这些都是上帝要给信而明白真理的人在感谢后吃的。因为上帝所造一切都是好，应该用感谢的心领受，不可拒绝。
因为上帝的话和人的祈祷使这些食物都成为圣洁了。在当时的初代教会遇到最大的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来自于这个希腊的哲学和神话的综合，所以在这个伊比鸠鲁苏格拉底还有这个亚里士多德，那时候的这个希腊哲学的学说跟基督教碰撞之后，擦出一个火花，叫做诺斯底主义。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基督徒呢，他会追求的不是那个看得见的实质的，他追求是那种形而上的。所以他追求不是属肉体的，他追求是那个属灵的，他追求是那个永恒的。但是呢，他会把这些在地上的事情，包括夫妻的关系、夫妻的肉体的性爱，甚至这个基本的生儿育女、婚嫁，都会认为得救的拦阻。这个诺斯底主义在某一方面呢，会很像佛教的四大皆空，然后就是要剃度为出家，然后就是要禁什么都禁，什么都禁，什么都禁。尽所有的欲望，然后到一个极度，到一个程度，他就是来到的涅槃般若，然后就是可以进入那个灵魂的永恒当中。诺斯底主义的基督徒会把这个成为他得救的记号，我的得救必须要放弃。而犹太人当中有一个爱色尼派，就是施洗约翰，他们也有这样的主张。那时候施洗约翰参加这个爱色尼人，他们就是住在约旦河另外一边的旷野，他们吃蝗虫、吃野蜜，穿着骆驼的皮毛，然后跟不住在正常的地方，那他们就是与世隔绝生活。那这些理论的假教师来到了教会，自称是基督徒，教导圣经，教导神的话。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可是他们就大肆地主张独身主义，并且漠视生儿育女的责任，然后也让教会那时候大家就是只要专心祷告、专心禁食，所有的都奉献，然后就是拼命的聚会，然后就是等待神的救恩就会降临，然后不用尽人的责任，不用尽社会的责任，不用尽基督徒对政治、对国家、对社会关系的责任，所以不用看新闻，不用看报纸，不用去关心明天这个太阳从哪边出来，不用去关心谁当总统，不用关心立法院，谁当都一样，都是要灭亡，只要信耶稣，然后禁食祷告就好。所以这是一个避世，这个避就是避开的避，出世离开这个世界的一种得救的观念和思想。所以一开始保罗说圣灵明说了，然后呢对照的是欺骗的灵，这是鬼魔的道理。所以让我们看到了圣灵和鬼魔，而道理和真理，鬼魔的道理对照的是圣灵所给的真理，是在人的心当中，而圣灵已经指明末后时期人会放弃信仰，去顺从鬼魔的道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对提摩太教导，就是他越来越清楚知道，越在末世越有这样子的假教训、假先知，然后这样子的假的教导、假的救恩，然后去满足的不是上帝的心意，满足的却是那些假教师他们的口袋，因为他们可能鼓舞人相信他们所说的，然后钱都捐出来，时间都捐出来，力气都捐出来，然后呢就把他们捧得跟神一样。这些道理呢是从骗子的伎俩，等于是诈骗集团一样，那就是敛财啊、神棍啊，就是这些宗教上面的这些的披着羊皮的狼混入到教会当中，就是要来吞吃教会的羊群。他们良心被热铁烙死，然后他们的教导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明明说人要离开妻子，人要离开父母与他的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然后这都是上帝的应许，但是连最基本的应许都分不清楚，然后就去禁止嫁娶，不准结婚，不准生小孩，不准吃这个，不准吃那个。但是上帝说他所吃的没有一样是不洁净的，上帝所造的都是好。所以保罗再一次说，要教导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还有以弗所地区，不管是到哥罗西、非拉铁、非老底嘉，不管那边有没有基督徒，要告诉他们不要被以弗所的这个女神，也不要从希腊来的那个诺斯底主义的这个教导，然后就搞混了。上帝所造的都要当作是美好，包括我们最不喜欢的，只要你知道这是上帝所造的，
就要看为美好。有的人很不喜欢老鼠，有的人很不喜欢蚊子，有的人很不喜欢蟑螂。但是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老鼠、蟑螂、蚊子是不是上帝所造的？如果是的话，好，那我们就要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但也不是说不能杀生，而是要用正确的心态，而应该用感谢的心领受，不可拒绝。只要因着上帝的话和人的祈祷，这些指的不是指吃的东西而已，就是前面讲的这一些，禁止嫁娶，禁止吃某些食物，甚至这些的信仰，这些的真理，这些的真理都会因着上帝的自己的话和人诚心的祷告，就会成为美好，就会成为圣洁了，成为圣洁。所以不应该把上帝所造的当作是肮脏污秽的，只要是上帝所造。但有时候我们是刚好相反，把上帝所造的当作肮脏污秽，然后把人所造的，以前是偶像，现在可能是人造的科技，人所造的 iPhone 啊，人所造出来的电脑啊，人所造出来的电动车啊，当作是圣洁和可贵，但是那是上帝，并不是上帝所造的原来所创造的。好，所以今天这5节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圣灵的提醒，第二个是魔鬼的谎言，第三个是上帝的创造。圣灵的提醒在提醒将来在末日、在末期、在末世，会有人离开真道，所以我们也不用觉得意外。有人离开了基督教，离开了真理，我们就要知道这是末世的现象之一啊。那并且这不仅是离开，还会去参加异端的教会，还会去相信鬼魔的教训，还会听从一些明天要讲的世俗的言语、老妇无稽的传说这些他都居然会相信。圣经讲的这么明白，可是他居然去相信，因为这是末世的会发生的事情。而魔鬼在这当中的谎言，就是让人的良心被禁闭就是禁闭，就是被勒铁烙印，就是他已经变成奴隶了。但简单说就是成为奴隶，他的良知信心已经成为谎言的奴仆，再也出不来，而去禁止了上帝原来所造的美意。所以魔鬼就是在这当中动手脚，破坏上帝的美意，让人看到上帝所造的讨厌，但是呢去看到上帝不是上帝所造的喜欢。包括以弗所，他们把一颗陨石上帝所造的，然后把它变成神化成一个女神，然后膜拜这个陨石，却不去膜拜这一颗陨石背后的创造主。上帝的创造使人明白真理，只要心存感谢，就不会去拒绝上帝的美意，哪怕是台风，哪怕是地震，哪怕是旱灾，哪怕是水灾，都在上帝的设理掌权当中。只要心存感谢，明白真理，就没有一样是不洁净的。而上帝的话和人的祷告，能够让这些的食物其实这一些应该不是只有指食物，所有的上帝所造的都能够成为圣洁可喜悦的。所以今天保罗给我们的学习教导，就是我们要读上帝的话，也要祷告，就这2件事情，读经祷告，祷告读经，就让我们去可以面对人世界当中各样子的不管是困难挑战灾难，我们都能够看出上帝的美意。今天的金句提摩太前书4章4节，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应该用感谢的心领受，不可拒绝，因为上帝一切的创造都是好，那用感谢来领受，就无半项通拒绝。For everything God created is good, and nothing is to be rejected if it is received with thanksgiving. 所以咱拢爱有一个感恩的心，都爱当来接受上帝所创造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从圣经各处的记载以及历史上所留下来的资料，可以明白保罗、提摩太在那个时代当中，不仅面对的是政治上的迫害，还有面对是在宗教上面有异端的搅扰，甚至已经侵入到教会里面在诱拐弟兄姐妹，甚至在破坏上帝造男造女原来美好的计划和旨意。但是因着上帝的话，还有因着人的祷告结合，能够来破除这些的谎言，也能够让真理从人的心中发出亮光，
来照亮驱走一切的黑暗。也愿上帝帮助我们在共读的当中，读上帝的话当中，也要用上帝的话来为自己祷告，为家庭祷告为教会祷告，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来祷告，让上帝的光能够在各处来发光，能够驱走一切的黑暗，让人知道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大家，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晚安。